Hello，大家好啊！2026年嘅8月22號，祝各位炒幣仔咧係呢個週末愉快啊！相信咧即係炒幣仔喺經過接近2年嘅沉寂之後咧，呢幾日咧都係非常之 hyper 啦，係嘛？呢個大餅無啦啦突然間提早玩牛來突擊喺諗咗半年之後咧，突然間90度角咁樣升啊！今年好多資產都係咁啊！學晒中港股啲衰嘢，包括就算美股納指嗰邊都係咁樣。好中意撚你半年咁跟住，然之後突然間咧係接近90度角咁樣急升，其實個操作難度係非常非常之高噶。小弟亦都好彩啦，咁就係注意到大餅係疑似想禮真。咁就咁啱咧，禮拜三晚係即係冇早瞓，咁有睇市見到佢似想爆上咧，咁就係狠狠咁追咗一注，咁之後咧就食到呢幾日嘅升幅噶。咁但係你話我係咪次次都係可以一買完即刻升咧？好坦白講，同你講咧，係並不是嘅。我今年之前呢個幣倉咧，大部分時間都係吉倉啦。跟住然之後咧，都試過搏過2-3次反彈咧。正如呢幅圖所 show 出嚟咁樣啦，係撚走咗噶。你唔好 expect 我每一次買完咧，都係可以好似今次咁樣即刻升。只不過我今次咧又好彩落咗相對大注。我亦都有喺投資武林咧，即係同會員咧係當時緊急 update 咧，就係話大餅係突擊而至想開車啦。咁我已經係用咗幣倉博達。禮拜三、禮拜四、禮拜五啦，咁我都係更新得多噶喺投資武林嗰一邊。至於喺 Facebook 同埋 Threads 咧，我亦都有公開講咗，就話大餅今鋪係似上禮真啦。睇好幣價呢轉咧係跟2018年咧係彈到9月初先噶，之後再睇。另外亦都可以賣一賣廣告啦。除咗投資武林嗰邊之外咧，我2027年咧，我係打算係開拓新嘅業務嘅。咁就係會開放呢個玄學服務啦。大家都知，即係我自己係一個 slash 啦。除咗係有投機同埋做財經 KOL 之外咧，我近年亦都係有玩呢個西洋占星同埋係紫微斗數啦。其中我係鑽研咗西洋占星已經係接近3年半啦。今年喺玄學群咧識咗啲網友係解盤啦。有唔少收費命理師嘅網友咧都係認可咗我嘅功力咧，於是令到我決心係準備出山嘅。我係打算咧係先開放呢個古典占星嘅本命同埋流年分析。另外亦都係打算係單獨係設呢個流年財運 plan 嘅。詳情咧係未來幾個月係會陸續公布噶啦。我舊年亦都係即係用呢個星球嘢咧係貼中咗美國今年打仗啦，係美伊戰爭嗰一 part 咧，大家係可以睇翻我舊年尾嘅美股大盤預測片。嗱，賣完廣告之後咧，咁我哋係可以睇翻呢個大餅嘅日線圖啦。其實我話點解呢轉係比較難捉到佢嘅升浪咧？即係佢係突擊得好突然，突然間係突擊呢條咁樣嘅200天線係直接升穿咗啦。咁跟住然之後咧，如果你睇幣安嗰晚嘅成交咧，禮拜三晚嘅成交其實係唔高嘅。咁跟住然之後咧，就算現貨 ETF 嘅資金流咧，雖然話近日有升翻咧，咁但係禮拜三嗰陣咧，其實亦都係唔高噶。就算呢幾日升翻咧，坦白講嗰個咁嘅現貨 ETF 嘅資金流咧，我亦都唔覺得係好多。真係純粹係靠周期分析嚟捉到佢路嘅啫。周期分析係咩咧？我就係話今年大餅咧係相當之跟2018年嘅轉角時間同埋浪形。呢樣嘢我哋係可以一陣再講。我哋再睇翻即係大餅嘅小時圖啦。如果 zoom 近到做1小時圖嘅話咧，你會發現我追完之後咧，咁我當時咧追完之後冇幾耐咧就瞓咯，禮拜三晚。臨瞓之前咧，我見到個價回咗少少，我又心諗會唔會又係搏反彈柒咗㗎？又想再撚走我咁樣。但係第二朝瞓醒翻咧，佢又冇掉，佢又好硬喎，即係企穩7萬蚊咁樣，跟住然之後就一支箭咁樣飛咗上去。你見到佢係開車飛上嚟呢一陣，我好似指住呢度咧，佢飛咗上嚟呢一下，你係要即刻決定究竟係買唔買或者加唔加倉。其實個過程咧都幾驚險噶。只不過我係即係比較熟 crypto 呢種資產，你要好熟佢嗰種周期咧，先至係夠膽追同埋係夠膽落相對大注。好啦，經過佢呢幾日嘅急彈之後，你問我話大餅有冇機會係提早牛來咧？我覺得個機會係存在嘅，即係我哋暫時可以當57.8樓咧係熊市底線。個分析同7月1日嗰條片咧係有啲唔一樣啦。即係我本來係睇咧，即係話如果喺57.8樓就完咗呢一輪嘅 crypto 熊市嘅話咧，呢一輪熊市嘅跌幅似乎係相對低啊。咁但係而家你問我佢咁樣彈完之後，
有冇機會再落47.4樓咧？我又覺得個機會真係唔係咁大。咁呢樣嘢我哋可以再繼續觀察。即係我相信熊市結束咗嘅機率咧係超過一半。咁我咧就 label 咗個九方圖點位77.1樓啦，77,100。我本來就睇咧話係呢一轉反彈咧就係彈到呢個位咁樣，咁點知幾日就已經到咗啦。如果睇上少少，我哋睇5月6號嗰個高位大概係84,000左右。咁我相信咧呢一轉係可以彈到9月初嘅。咁我哋係即係而家係即係再邊走邊射咁樣咧，係可以再觀察下佢嘅走勢。冇貨嘅朋友係唔需要急於而家去追貨咯，我相信。因為我相信今年第四季咧仍然係好大機會係有加倉或者上車位啊。點解我會覺得今年好大機會即係喺 Quarter Four 仍然係有加倉同埋上車位咧？係同大餅今年係複製緊2018年嘅走勢有關。咁我哋而家就馬上睇一睇。嗱，咁大家見到我今日 show 出嚟呢幅大餅嘅日線圖咧，係由舊年個牛頂開始計啦。咁跟住然之後，你會見到我係 label 咗好多個日期喺度。我點解要咁做咧？其實同7月1號嗰條片一樣啦，我就係想同2018年嘅浪形同埋轉角時間做翻個比較。你會發現係非常之似啊！呢個係2018年大餅嘅日線圖嚟噶，我亦都係 label 咗啲重要轉角時間喺度。1月6號高點跌到2月6號出低點，彈到3月5號出高點，再跌到4月1號出低點。呢個係2018年啦。今年又如何呢？1月5號係高點，但係並非最高點，跌到2月6號一模一樣出低點，彈到3月4號有高點，但係唔係嗰個月嘅最高點啦。然之後跌到3月29號同4月1號比較咧係歪咗一兩日。好啦，然之後咧，咁我哋又睇一睇2018年咧係4月1號彈到5月5號，然後跌到6月29號。2026年咧就係由3月29號開始彈到5月6號，歪咗一日啦。咁跟住然之後咧係跌到7月1號，又係歪咗一兩日。你見個浪形咧，同埋喺啲轉角時間都非常之似啊！咁佢有部分時間咧係玩咗高低點互調嘅，同2018年，譬如話1月14號啊、3月17號呢啲位咧，喺2018年嗰幅圖嚟講咧，係1月17號啊，跟住然之後3月18號啊呢啲咧係低點嚟噶，咁但係2026年就變咗高點，佢有啲位係玩咗高低點互調，咁但係整體嘅轉角時間同埋浪形咧係同2018年暫時開出嚟係非常之似啊！去到最近呢幾日咧，8月14號2026年係低點，然之後我哋睇翻2018年又係8月14號係低點，一模一樣係嘛？即係2018年係由7月24號跌到8月14號，2026年就係由7月21號歪咗兩三日跌到8月14號，然之後彈。咁因為咧。我就係見到2018年8月14號係低點，然之後嗰年係彈到幾時啊？彈到9月4號，彈到9月初。咁所以咧，我先至係好有信心呢轉咧係禮真似想彈耐啲，然之後係今個禮拜三係夠膽追貨。你要好熟 crypto 嘅週期，好熟佢係複製緊2018年嘅走勢，你禮拜三先至係會夠膽追貨嘅。咁然之後8月14號打後咧，果然係大彈咗。咁所以如果係跟翻2018年嗰幅圖嘅話咧，咁我哋係睇會彈到9月初啊，可能係9月4號或者係9月9號呢啲位啊，9月9號唔一定係低點嚟嘅，係可以玩高低點互調嘅嚇。咁呢樣嘢就係我哋無需追求太過精細模糊正確啦。總之彈到9月初咁樣啦，之後再睇。咁點解我話即係之後應該仍然會喺第四季會有加倉位咧？咁我哋見到10月11號係有個低點啦。10月11號同舊年10月頭嘅牛頂又相距一年啦。即係大餅過往嘅熊市通常都係持續一年。咁10月11號係可能有個低點啦。咁同埋2018年11月初去到12月中咧，都係有一陣跌浪嘅。咁所以咧，可能係年尾咧係會再有低點，亦都係唔出奇噶。咁但係大家要留意喎。呢一類嘅分析咧，通常係着重轉角時間或者浪形係多過價格升跌幅㗎。你話今年年尾係咪真係會好似2018年尾跌咁 Q 多咧？我認為係唔會㗎。可能會跌一跌，咁但係個跌幅咧係估唔到㗎。咁所以咧，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呢一轉大餅嘅反彈咧，應該係會彈到9月初。咁但係喺第四季可能係10月中啦，或者係12月中咧，仍然係會有加倉上車位㗎。
咁同埋咧，想補充一點就係咧，今次個 crypto 熊市咧，喺57.8樓止步咧，未必係好事啊。因為大餅嗰個熊市底嘅基數係唔夠低，佢而家個市值基數已經係好高啊。咁跟住然之後，未來幾年應該都會係高息啦，係不利 crypto 啦。咁之後咧又要俾 AI 股繼續吸血啦，更加係要面對量子計算崛起嘅挑戰。咁如果本輪熊市底嘅基數係唔夠低嘅話咧，個幣價基數係唔夠低嘅話咧，或者意味下一波牛市嘅升幅亦都係有限嘅。即係我覺得大餅下咧，一輪嘅牛頂可能係18到20萬美金咁上下嘅啫。咁你問我話係咪算係好吸引咧？坦白講又真係唔係好吸引。即係話57.8樓呢個熊市底嘅幣價。咁但係如果佢係冇跌到4萬幾嘅話咧，咁我哋亦都係要尊重。之後再部署咯。睇下 quarter four 係有冇啲加倉或者上車位。但係我勸大家唔好再係指望crypto 係複製翻疫情牛市嗰種升幅啦。我哋係用務實嘅態度去對待下一輪牛市。多謝晒大家。希望各位炒幣仔今個禮拜都係開開心心。